青春专案正式开始，台南市警察局联合12个局处，组成超过160人的稽查小组。市长黄伟綽伫市警局第2分局亲自主持勤务教育。有犯罪行为就取缔，没有犯罪行为就请他们不要继续逗留。那对于这些场所有没有确实查核这个客人的身份的年纪，这个也特别列入稽查的重点。总之，在青春专案的开始，希望维持台南市的治安，也希望让年轻朋友们知道有一些场所他可以去，有些场所他不应该去的。警车一台一台开出去，头一天就前往 KTV、麻将桌游馆等青少年甲义气的所在，一个一个详细盘查询问，每一个角落拢无放过。同时，其他10个警察局分局嘛伫咧扩大执行，有防青少年半暝啊伫外口大踅，冤家等代志发生。青春专案开始，希望我们的同学都能有一个快乐的、安全的，而且健康的暑假。当然，更不容许出现一些违禁品，那也不许未成年人在这边饮酒，这些都不行的。所以说，我们去查的重点在这里。市长黄伟綽表示，将持续加强治安工作，让青少年度过充实、欢喜搁安全的暑假生活。警察局嘛将加入路检，强力取缔酒驾、毒驾。台南市民所会采访报道。